总统赖清德投诉美国的媒体《华盛顿邮报》，讲按算2026年要甲国防预算提升到国内生产毛业的3.3%，2030年会提悬到5%。这将会是台湾近代史上规模上大的军事投资。赖总统阁讲，最近要推出一项美金400亿，大约新台币1.25兆的补充国防预算。赖总统嘛，伫咧早起开记者会，亲身来说明。这篇《华盛顿邮报》导书标题是“台湾总统我会提升国防预算来捍卫阮的民主为题目”。在咧美东时间29号透早，总统赖清德随伫咧26号和副总统萧美琴、行政院长杜英泰召开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。台湾作为第一岛链最重要，也是最关键的环节，更不能够变成区域安全的间隙。和平必须靠实力。国防部长郭立雄陪同参加记者会，因为这篇导书除了感谢美国总统川普用实力追求和平，面对中国强权，赖清德导书嘛特别讲，国防预算预计明年达到 GDP 的3.3%，嘛答应在2030年前提升到 GDP 的5%，搁较提出一项经过无套利的400亿美金，差不多新台币1兆2000亿的特别预算案。2027年之前达成国军联战部队的高备战能力，2033年进一步建成高度强韧、全面嚇阻的防卫战力。随中科院研发的强劲防空飞弹公开，这条超过1兆的特别预算案，呼吁赖清德爱打造台湾之盾。除了国防之外，对付中国前门大虎，嘛提出另外一套团队行动方案，包括常态性专案小组、强化联动基础、强化安全维护、反制跨境镇压，共同确定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，是台湾社会未当插队安线。在中国所有并吞台湾的剧本当中，最具威胁的不是武力，而是放弃，向侵略者妥协，最后只会换得无止境的战祸和奴役。为导书召开记者会，传习通电话，美国财长贝森就强调对台湾立场无改变。赖清德这边透过实际作为，达到捍卫台湾主权决心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